廣東地區天色普遍良好。此外，華南北部的氣候逐漸形成，與一股冬季季候風會在明日逐漸影響華南沿岸。在下午4時，熱帶風暴尤安就處於馬尼拉之東北偏東約650公里，預向東北偏東移動約15公里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。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：初時天晴，明早氣溫約18度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，最高氣溫約21度，吹和緩至清勁東風。明日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，明晚轉吹北風及漸轉多雲，氣溫顯著下降至市區最低氣溫約16度，新界最低23度。星期三至星期五大致多雲，天氣持續寒冷，市區氣溫在11至12度左右，新界最低23度。周末期間早上仍然清涼，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乾快季候風會在明日逐漸影響華南沿岸，各區風勢增強，隨後兩三日天氣廣東沿岸天氣轉冷，同時一道雲雨帶覆蓋該區。隨着季候風被一股偏東氣流取代，周末期間華南沿岸氣溫稍為回升，但早上仍然清涼。此外，熱帶氣旋尤安會在未來兩三日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，並逐漸消散。